因为烦恼武汉肺炎的疫情，一寡人出门拢会挂喙罨，特别用酒精来消毒。道民众看到讲，伫咧新北市南市角的捷运站，一个查甫毋但无挂喙罨，坐手扶电梯时，还佫沿路呸喙烂。徛伫后壁的人看到底，话讲实在太高烂落，绕开绕达，真无卫生。台北市捷运公司讲，这个行为已经违反大众捷运法，上盖当罚7500。啊，不过警察嘛讲到，依照社会特殊维护法，上当是当罚3万块。电扶梯顶悬一个查甫一直咧出怪声，徛伫后壁的民众听到声，打头一个看。这声真害咧！伊竟然一直对这个电扶梯的手环安尼一直呸喙烂。这个查甫毋但一直甲喙烂呸伫伊手环顶悬，还佫亲像唱片伫遐回。伊一个发现讲后壁有人咧甲张除，伊佫挖头共银一个。当伊离开电扶梯要伫咧出口离开的时阵，还佫伫遐激垃圾。即落这离经的行为，实在互人看甲拢硬气。我们知道这次传染病就是口沫、飞沫传染嘛，所以我觉得这种行为应该，非常危险。太没有公德心了。每个民众应该基本上都知道说不行这样。这个查甫人伫咧2月初5的暗时啊，对南市角捷运站4号的出口，一直咧电扶梯的手环顶悬呸喙烂。即马拄撞到武汉肺炎上敏感的时阵，民众实在看袂落去，就专程拢甲录影起来，甲放上网嘛，引起网友的臭骂。自从疫情开始，捷运站嘛加强防疫，每4小时就消毒一摆，就惊讲一个无张除，安尼病毒会走入去。就算讲有定时咧消毒，不过大部分的民众要是唔敢吸这个手环，对，还是会担心，就跟进电梯啊、医院的电梯一样。我不知道我刚刚手去碰哪里了，也许我刚刚打喷嚏，所以我自己知道。这个查甫这样太高的行为已经是触法啦。假使讲伊若是武汉肺炎的患者，安尼就会照违反传染病防治法，上悬会当甲罚50万。警方嘛讲，这个查甫的行为引起社会的不安，安尼就是触犯社会维护法，上悬会当甲罚3万。因若伊乌白呸喙烂，嘛会当照违反大众捷运法，上悬会当甲罚7500块。即摆疫情是当咧敏感的时期，任何一个小动作都有可能去触犯到法规，甲引起别人的惊吓。民众千万唔通伫咧这个时阵乌白来滚耍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